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骗乞者过后厝，意思是对着乞者上门来你本的时，为着要甲应付，刁工骗乞者讲隔壁较有钱，会施舍较济，通好这个乞者会使转移目标。伫台南的新年啊，多捌有一个查甫人跪伫大路边，甲过路人分。有一寡好心的人看伊可怜，就会提钱予伊。不过因为伊跪伫大路边，汽机车真济，实在伤过危险，所以讲就报警去处理。一般人若拄着无想要面对的人，会用各种方法去回避。甚至专家讲，朋友做的人做代志真有担当，一般袂犯错就多避，互人感觉真好斗阵。若金牛做的人虽然讲毋是真好打，可能无勇气出面认错，不过伊袂推卸责任。双鱼座的人口才好，反应紧，伊若做毋到代志，会用话术去解释，一般袂遐简单就认错。今日讲的俗语是骗乞者过后厝。